门炮不起眼，口径小，威力弱，可它却是八路军的奢侈品。抗日战争中，被八路军击毙的最高军衔日本将官就死在这支炮管下。阿部圭秀刚刚升任中将，却在日本军部被质疑不能实战，他急需一场大胜来证明自己。戦死した将兵の遺体を焼いて位牌にし国に持ち帰ります。偏偏第一次扫荡，500多人的先头部队被八路军围歼了。团长，鬼子南下营方去了，不好，再往南是咱们的总部疯了。他叫陈正湘，八路军晋察冀军区1分区团长。昨天是他的大婚之喜，被子还没捂就上了战场。他没有时间享受胜利的喜悦。涞源县城的日军已倾巢而出，复仇来了，一场决战不可避免。把敌人往东引诱，只要赶进黄土岭，我们再打一个更大的歼灭战。太行山像一座无尽的迷宫，它半座大城市都没有，却以一己之力隔开了华北和华南的日寇。1937年，日寇侵华日甚，依托太行山，八路军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用生命与鲜血争取版图上一点点宝贵的空间。本来阿部圭秀是想在觐见天皇前，在这儿打个漂亮仗，给自己挣点面子。可没想到，他一头扎进了太行山，就一路被牵着鼻子走。中将，彼らはコードレの方向に逃げました。早く追え！黄土岭，太行山脉北部的一个垭口。阿部圭秀想追击八路军主力，这里是必经之路。对八路军而言，2公里的狭长山谷打伏击战再好不过了。只是狭路相逢，唯勇者取胜。黄昏时分，阿部圭秀进抵黄土岭，他似乎嗅到了伏击的味道，所以决定就地宿营，天亮再进山谷。随着太行入夜，日军沉酣入梦。分区司令杨成武传来指令，抓住今晚宝贵的战机。快！陈正湘要在天亮前抢占黄土岭以东山头阵地，设下伏击圈。日军兵力是此前的3倍，军区派来特务团增援，还有分区仅有的几门迫击炮。虽然炮弹有限，但关键时候能当底牌使用。就这样，一个口袋阵连夜布下。清晨，日军一改交集，缓缓入谷。来了，敌人来了！再等等，阵型有点奇怪。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带几挺轻重机枪，先占领2侧小高地，然后大队才跟进。这说明阿部圭秀正防范着伏击。山地战专家绝非浪得虚名。尽管如此，日军还是一步步踏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，战斗一触即发。八路军4面出击，怎奈火力有限，无法组织有效歼灭。反观阿部圭秀，依托高地重火炮的优势，跟陈正湘打得有来有回。虽然八路军有上万人，日军只有1500人，但战事还是陷入焦灼。此时，陈正湘正在寻找能扩大战果的机会。
忽然发现一座独立院落，像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。迫击炮终于要派上大用场了。那个目标能达到吗？直线距离约800米，在有效射程之内。快调炮兵连上来！迫击炮，一种驱射武器，打出去是个弧线。大曲线的弹道能翻山越岭，十分适合山地作战。阿部规秀千算万算，没算到八路军有炮，所以此前才一路大摇大摆进山。但如今命运没再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各チームに命じろ。前線を整理せよ。陣地を守り、増援を待つ。杀！打中了，太好了！ 11月8日，日军增援部队迫近，八路军主动撤离。但直到这时，全体八路军指战员还不知道，他们一炮干掉了一个中将。航空は創設以来、これまで多くの戦役、地辺において重傷の戦士は前例がない。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丧失的第一个高级将领，日本朝野震动。 国民党政府一向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，这一回蒋介石也发来嘉奖电报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以有限的武器装备、鲜血与生命，拖住了日军进一步蚕食中国广大领土的可能。据统计，侵华日军1半以上伤亡都是由迫击炮造成的。 迫击炮虽无颜值，却是真正的实力担当。